出埃及记34章29节到35节。29节，摩西落西乃山的时，手摕迄2块约板，因为上主有甲伊讲话，伊的面发光，毋过伊家己毋知。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到摩西，看咧伊的面发光，因就真惊，毋敢倚近伊。摩西叫因来，阿伦甲会众的领袖则拢倒转去伊遐，摩西就甲因讲话。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倚来，摩西就将上主伫西乃山对伊讲一切的话，拢吩咐因。摩西甲因讲话了后，就用被搭面。毋过摩西入去见上主甲上主讲话的时，面被就褪起来。到伊出来就将上主所吩咐的甲以色列人讲。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面发光，摩西用被搭面，听候到伊入去甲上主讲话，才褪起来。